你以為人老咗最緊要細脾氣好？錯。你以為忍得多，福氣自然嚟？錯。你以為一世人吞聲忍氣，仔女就為孝順你，朋友就為尊重你，街坊就為讚你有修養？喂大佬，你比人早成世，人都無知。我今日要話你聽一個殘忍嘅真相，老得最慘嘅批人，唔蝕至錢及低，唔蝕病及低，是一世人都唔蝕。講一個字，無。你估下香港最多老人家值邊度崩潰？唔是老人院，唔是一院走廊，是屋企嘅廚房。昨個女從加拿大打色場返嚟，阿嫲，暑假我低仔返香港，你幫我湊3個禮拜牙。你張嘴一動，個好字已經飛咗出去。掛咗閒之後，你坐即廚房張矮凳度，望住個電飯煲，先諗起自己今晚原本約咗老友去銅鑼灣遞大事。你嘆一口氣，心想算啦，我細阿嫲你冇幫仔女點算？你估我見過幾多個阿媽阿婆阿伯就世間養一句冇講冇出口講，自己嘅人生一啖一啖為咗俾人食。我話你聽，有位師奶姓陳嘅，住深水埗一個唐樓單位，67歲，個仔一家4口，住緊將軍澳。每個禮拜六籌早6點鐘，娶就要起身搭巴士轉地鐵去到將軍澳幫個仔湊個孫，做到晚黑11點鐘先返到屋企。個孫由3歲湊到10歲，湊咗成7年。有一次佢腰痛到直冒起，隨個新抱佢第一句話細：媽，你今個禮拜真係唔得，咁我點算啊？你估陳四奶當時心入邊神滅，佢心啟晒，我抖多2日算啦，湊仔女嘅嘢做完先算。佢連自己丟腰都保護冇，都因為佢冇事講冇。到咗69歲，隨跌咗一跤，還超個仔嚟入院探除。第2句就問阿嫲：你出院之後幾時可以再湊仔？你聽下呢句嘢，亦你俾人利用咗7年，換到其結果，唔細一句阿嫲你辛苦，細一句幾時可以計數？呢個就是沒事講無個代價。你以為忍足情世，人哋為念你嘅好事閒，人哋只為制得你是一部隨傳隨到嘅機器，機器為咗人哋無謂感激，只為問幾時收好。我最憎聽到有低老人家講：忍下啦，一家人。我一聽到呢句嘢就火滾，一家人先至最應該互相尊重先然。點解一家人就要你吞落肚？點解一家人就要你死頂？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係，同你最親嘅人最容易攞你嚟食，因為取締之你無謂反面。老友聽清楚，你無講無勢，因為你有修養，勢因為你精。你間仔女無中意你間老公老婆鳥你間街坊講你善話，你間朋友話你南上促，你間自己一個人。你講經當成德光，軟弱講成善良，阻自己成世人。我認識一個伯伯，九龍城起家契，做過幾10年燒臘，老婆走咗之後，個女嫁去英國。呢個伯伯本來有間士鋪賣咗，套閒600幾碗。你估除用嚟做乜？係用嚟俾個女食曼徹斯特買樓。正女爸，你俾錢我做首期，我保證每年返嚟遞你3次。呢個伯伯歡歡喜喜監閉咗450碗出去。第1年個女返嚟2次，第2年1次，第3年話工作忙，第4年話有 BB， 第5年個伯伯病咗，入咗屯門1院，個女直 WhatsApp 話爸，我而家真係走唔到身，你自己頂住啊！呢個伯伯坐斥1院張病床度，望住條走廊，聞住嗰陣消毒液水味，佢話
我當時就時無時講一個無字。個女開口問我攞錢做首期，我心入邊明明有把生話無好，但我張口就講咗好。而家我知吉450碗鬍細買咗層樓俾個女，細買咗一張入廠券，讓齊絕德永遠都可以叫我俾多。你聽下呢個故事，你有冇覺得心口一酸？呢個唔係個別案例，呢個係香港千千滿滿個老人家嘅寫照。你以為大方就係愛，你以為有求必應就係好爸媽。我話你停過度嘅慷慨，其實係一種懦弱，因為你唔敢承受對方失望嘅眼神，所以你寧願犧牲自己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冇好急住走，問個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冇勢教你發達，勢陪你學字典，讓活得有尊嚴。人到我哋呢個年紀，仲有幾多個機會可以真正為自己講一次無？睇到呢度嘅都世時話嘅人。好，我繼續講。你有冇留意到蔡瀾生前成日講一句：嘢食得、瞓得、屙得、笑得。呢4個得，其實隱藏咗一個秘密，就是你要有得嘅權利，你就要有拒絕。無要及膽量，你無視拒絕，你就冇自由。冇自由，你就冇資格講食得瞓得。你日日俾人差錢，日日俾人情感勒索，日日俾家庭群組計算式追住跑，你點食都食無香，點瞓都食無到。我聽過太多老人家60、70歲，仲食屋企做無償家傭，煮飯、湊仔、洗衫、買餸、抽息、復返工、送孫返學，做到腰酸背痛，做到甲狀腺失調，做到自己有滅病都懶得理。點解？因為隨便冇敢講無，佢哋絕對一講各個家就圍散。我話你聽過家散無，散無勢，弟你講無，講無，個家散無，散勢弟屋企人有冇當你世人？當你世人，你講無取費理解；當你世工具，你無講，無取都廢，嫌你無夠好用。再講一個故事俾你聽。灣仔有個婆婆姓何，72歲，個仔籍澳洲，個女籍美國，老公10年前走咗。呢個婆婆一個人住一個500尺嘅單位，屋企好乾淨，日日抹得閃閃亮。點解？因為過年過節，仔女返嚟，取經人哋話個屋冇企理。你停下，1年360日，佢為咗吉10日仔女返嚟嘅日子，當自己活成一個保姆，屋企永遠比好個仔，中意食佢捕魚，個女中意引佢抱耳，個孫中意佢零食，冰箱細到爆，80亦最後呢都是過期，佢自己一個人食冇晒。有一年，個仔臨時話冇返嚟，話有工作。何婆婆掛咗電話之後，坐息廳中間將沙發度喊咗2個鐘。佢涵蓋無識個仔冇返嚟，計喊計細，雞忽然發絕。過去10年，雞細為咗一低，根本冇認真對待雞計人，而放雞細咗自己嘅生活。間隨做咗滅，呢個係最真嘅部分。佢72歲嗰年，佢企起身做咗3件事。第一件，隨即 WhatsApp 家庭群組打咗一段字，由今日起過年過節，你哋想返嚟就自己搞掂機票同埋酒店，我冇為咗一個人買定成雪櫃等你哋，我要開始為自己活。第二件，除光屋企一半嘅，亦包括個仔小學嘅，講狀個女中學個畢業袍，老公就西裝，全部斷捨離，捐企捐，掉企掉。第三件，隨報咗一個郵輪團，同幾個街坊阿婆一起坐郵輪去日本沖繩。取直沖繩發返嚟一張相俾我哋，取且直海邊，
戴住太陽帽，穿住花衫，笑到見牙無見眼。再傳咗一句話俾我，原嚟講一句無簡簡單。我等咗72年，你估在個仔個女之後點對佢？反而更加尊重佢。個女話：啱啊，我終於認識返你是一個獨立嘅人，無是一個永遠喺屋企等我哋嘅媽媽。你停下呢句嘢，當你時講唔冇，你就唔是一個附屬品，你是一個人，人先至值得被愛，工具只為被使用。呢個就細真理。我話你聽，晚年最珍貴嘅唔係層樓，唔係個銀行簿契術字，唔係仔女嘅孝順。晚年最珍貴嘅係，你終於有膽量做返一個唔需要討好任何人契自己。你可能會問我，近我而家70歲、75歲、80歲，是咩太齊？我答你，由你決定講，唔急。一刻開始，你就開始重新做人。無論你幾多歲，我認識一個婆婆，84歲先至第一次拒絕。佢個仔要佢賣咗自己間屋，搬去老人院，姜俾錢俾個仔做生意。呢個婆婆一世人亦都聽個仔講。84歲嗰年，隨望住份買賣合約，突然間手震到揸毛揾支筆。齊放低支筆，望住個仔契眼，講咗一句冇，勁細一個字，個仔嚇到面都青，因為佢一世人未聽過阿媽講呢個字。之後個仔鬧咗，契2個月冇理契，但細呢個婆婆話呢2個月，細我一世人瞓得最好契2個月。3個月後，個仔返嚟認錯，因為佢發絕。原來阿媽無事無理佢事，阿媽終於學時做返一個人。呢個世界好荒謬，你死忍死忍，人哋覺得你細應份，你講一次冇，人哋反而肯尊重你。點解？因為呢個世界只尊重有底線嘅人，冇底線嘅人只為俾人一步一步逼到牆角，逼到冇路走。我話你聽，人到晚年，你要慳立3條底線。第一條底線，傷害自己嘅健康。仔女要你湊孫，湊到腰斷，講無；老友要你飲酒，飲到乾鞋，講無；屋企人要你食唔厭你，身體嘅亦講無。你把年計嘅健康係你最後嘅財產，唔可以送俾任何人。第2條底線，唔係犧牲自己嘅退休金，呢俾前世你嘅命根。仔女買樓要你俾首期，好好審清楚；親戚做生意要你借錢，好好審清楚。俾錢一旦俾咗出去，就好難攞返。我唔係叫你孤寒，我係叫你清醒。前世用嚟服務你嘅晚年，無世用嚟做仔女嘅提款機。第3條底線，唔為作同協而委屈自己。家庭聚會你唔想去講無，老朋友聚會你覺得緊意思講無，街坊八卦你唔想聽行開。你計時間剩返家底，你冇時間就私浪費。呢3條底線一説起，你為發絕。原來低人一樣更鍾意你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尊重你，因為佢哋終於知道你唔是一個可以任人拿捏嘅老人家，你是一個有主見、有靈魂、有尊嚴嘅人。當然啦，我唔係叫你去到極端，我唔係叫你反面收兵，一言不合就同仔女翻臉。我唔係叫你懶離呢低世人生態度，唔係叫你盲目強忍。真正嘅拒絕，細溫柔而堅定。你可以笑住間講呢件事阿嫲做唔到，你自己諗辦法啦。你可以輕鬆間講，呢筆錢阿爸留返自己用，
唔好意思啊，你可以平靜咁講，今個週末我約咗人，臭無到孫，下次啦。拒絕唔會一定要我，拒絕直係一種清晰。你越清晰，人哋越尊重你。如果你都覺得人到晚年冇應該再委屈自己，就直留言，屈打一句，我想為自己活一次。打完呢句，我保證你嘅感覺會有微妙變化，因為文字係有力量嘅，你講出嚟一次，就等於同自己承諾一次。好，我再講最後幾點。你哋成日話我將年計眾憎低滅，呢句嘢就係將你困住嘅堅穴。正正因為你把年計，你先要爭，你剩翻幾年，你剩翻幾多個朝早可以嘆杯絲滑奶茶，你剩翻幾多個下晝可以坐席維港邊望住個海發呆，你剩翻幾多個晚黑可以同老伴慢慢食一餐飯，你剩翻嘅日子比你以為計少好多。你無謂自己爭，冇人為替你爭。蔡瀾之所以令更多人記得，唔使因為佢寫過幾多本書，係因為佢活成咗一個唔妥協嘅人。佢想食佢亦就食，佢想忍佢走就忍，佢唔想見佢人就唔見，隨絕得無聊嘅場合就走。呢種活法先至係真正佢福氣。福氣無係嚟自天，福氣係嚟自你時揀。你時講無，你就有得揀；你無時講無，你就試任人搓完撐扁嘅麵團。你把年計仲值得做麵團麵。有一日你老到走無語，瞓直牆上望住天花板，你為審犯嗰陣時，你成日答應一低，你根本冇想做契事。你為審犯嗰低，你本可以拒絕契晚飯。吉低你本可以拒絕契湊仔工作，吉低你本可以拒絕契借錢請求。你為發絕，你契一生無勢俾病摧毀，無勢俾錢摧毀，勢俾你自己每次講契好摧毀。嗰第每一個好累積起嚟就是你個遺憾，而每一個你講出口個冇，其實都係一份禮物。你送俾自己嘅禮物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我俾你一個畫面。有一日，你坐喺茶餐廳維港邊嘅位置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碟菠蘿油，流油慢慢溶落個包上邊，窗外日落把成個海染成金色。你嘅電話響起，細個仔打嚟，阿嫲聽日過嚟籌信額。你放低個包，望住個海。慢慢揀講，聽日阿嫲約咗人，你問幫手啦。掛咗閒，你唔覺得內疚，你唔覺得自私，你反而覺得原來人生仲有得揀。原來一個無字可以救返一個人。原來所謂高質量騙腦，唔係養生，唔係食保健品，唔係打太極。所謂高質量騙腦，係事件。人老咗最值錢嘅唔係脾氣，好細時講，唔係你計盾，係你計件，係你晚年最後一份自由。留言話我知，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可以拒絕一件困住你半世嘅事，你最想對邊件事講一聲無？